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，手机里装了 Flomo、Notion、印象笔记，微信收藏夹存了几百篇文章，浏览器标签更是上千个，但真正到使用的时候却什么也找不到。不是没有记录，是记得太多，却什么也没留下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想聊一个大多数人都不愿意面对的问题：大多数人的笔记系统其实一直在失败。先说结论，大多数人的知识管理不是输在工具上，而是输在路径上。一个典型场景，你刷到一篇好文章，收藏了；听到一个好观点，记录下来了；上班路上突然有了灵感，打开 APP 写了2句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这些碎片化的输入散落在不同的工具上，分布在不同的平台之间，它们彼此隔离。它们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拼图碎片，你知道它们有价值，但却永远拼不出完整的画面。我之前在 Flomo 上写过一段话，由于平台和生态的限制，它们是天然的优质输入，但是我们却没有将它充分的利用起来。碎片化输入的困境不是缺少输入，而是缺少一条从输入到输出的完整路径。我总结了3个最常见的失败模式，对照一下，看自己中了几个。第一个，记了不看，这是最常见的一种。打开收藏夹，里面躺满了几百条，稍后阅读；打开 APP， 里面全是半年前的碎片，甚至忘了自己记了什么。问题在于，记录被当成了终点，而不是起点。记录只是第一步，没有后续的处理和回顾，记录就等于遗忘。笔记的方法里面有一句话，记笔记核心的价值在于增援未来的自己。如果记的东西未来的自己找不到、用不上，那这个记录就是无效的。第二个模式，看了不整理。有些人会回顾笔记，但回顾完了，笔记还是散落在各处，没有分类，没有标签，没有连接。你知道自己记录过一个关于 AI 工具的想法，但要花20分钟才能找到它。等他找到了，当时的灵感早就凉了。这就是缺乏结构化的代价。很多人做不好个人知识管理系统，不是软件不行，是因为把它做成了资料仓库，而不是思考与产出的系统。资料仓库和知识系统是两码事。资料仓库是我装了很多东西，知识系统是我能快速找到、连接并产生有效的输出。第3个模式，整理了不输出，这是最隐蔽的一个坑。有些人花了大量的时间搭建个人笔记系统，标签系统设计得很漂亮，文件分类很齐整，但最终没有产生任何输出，没有写过1篇文章，没有做过1个视频，没有把知识转化任何可见的成果。这就是系统沉迷陷阱，以为是在做知识管理，其实是在做系统管理。知识管理的终点不是整理好了，而是输出，输出才是检验知识管理的唯一标准。那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？我的答案是3个关键词： Flomo、Obsidian 和 AI。 Flomo 解决的是输入问题，它的理念是持续记录，意义自然浮现，低摩擦，随时随地的，不需要思考格式和分类，它是思想的中转站。Obsidian 解决处理问题，它的核心是本地存储、双链系统、插件生态。它不是笔记工具，它是知识系统。AI 解决效率问题，它是连接 Flomo 和 Obsidian 的桥梁。通过 Flomo 的 API 和 MCP，AI 可以自动获取笔记，自动分类、标签化、提炼，然后总结到 Obsidian 当中去。从碎片化的输入到结构化输出， AI 把这条路径从手动变成了自动。这就是我们这个系列视频要讲的事情。接下来的14期视频，我会从基础的工作流开始，一步步带你搭建这个完整的系统。从 Flomo 的使用方法，到 Obsidian 的知识体系，到 AI 驱动的自动化流程，最终如何把知识转换为内容、品牌和商业价值。如果你也被碎片化的输入困扰，
如果你也想建立一个真正有用的知识管理系统，关注这个系列，下一期我会讲结构化的输出到底带来什么样的价值，以及为什么输出才是知识管理的终极目标。我们下期见。